厝内上界温暖。但是咱也发现讲吼，虽然讲有个人足好个吼，但是伊无一个温暖的家庭吼，实在是真可怜。虽然讲趁足济钱有啥路用，伊享受袂到啦。迄个物质的快乐吼，或者会得到，但是咧精神上的快乐吼，伊就得袂到啊。咱若有家己的厝吼，咱一转来就有迄个温暖的感觉。人吼上要紧是精神的快乐，精神的快乐就是好野人。所以吼，千步万步吼，毋值家己的厝啦。嘿，确实有影吼，咱古早人所体会，甲咱即马嘛是应该是安尼啦吼。厝边隔壁大家好，谈天说地无烦恼，行为端正人和乐，欢喜斗阵上介好。厝边隔壁大家好，中好三听又敬老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幸福美满好结果。厝边隔壁大家好，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欢迎收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。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。咱即马请赖永团导先甲咱空中朋友拍一下招呼者。诸位空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主吼，咱赖永团导伫百忙的中间，会当来参加咱这个单元。现在我就要来甲伊问几个阮这青年人、少年人。所毋知影这个言语吼，请伊甲咱做一寡讲解。我会记得有人咧讲一句话讲，千好万好，毋值咱厝好。这句话毋知啥物意思。千好万好，毋值咱厝好，确实无错哈。咱看足侪学生囡仔去学校读册，真紧就是想讲看紧敲钟吼，通好下课吼，赶紧走倒转来吼。倒来厝诶足好诶，因为妈妈伫遐吼，会使将麦仔烫互伊吼，珠宝凊彩蛋吼，冰箱开特要食物件，妈妈或者准备真好食诶物件，互伊食，感觉讲足好诶。有诶去当兵吼，虽然讲安尼真远吼，坐车都要坐足久诶吼，或者转来敢若有半工诶时间，伊嘛直直赶要赶转来吼。因为感觉讲吼，家己的厝内实在上介好，所以千好万好吼，实在毋知咱家己的厝较好，因为实在厝内有温暖上介好。确实有影吼，有一句话佫安尼讲，千步万步毋值家己的厝，啥意思？千步万步毋值家己厝，咱家己的厝内上介温暖，但是咱也发现讲吼，虽然讲有个人足好个吼。但是伊无一个温暖的家庭吼，实在是真可怜。虽然讲趁足济钱有啥路用，伊享受袂到啦。迄个物质的快乐吼，或者会得到，但是咧精神上的快乐吼，伊就得袂到啊。咱若有家己的厝吼，咱一转来就有迄个温暖的感觉。人吼上要紧是精神的快乐，精神的快乐就是好野人。所以吼，千步万步吼，毋值家己的厝啦。确实有影吼。咱古早人这体会，甲咱即马嘛是应该是安尼啦吼。佫一句话安尼讲，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这句话是安那？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这是你甲咱讲，虽然一间厝若是真好大，互咱感觉讲真快乐，会感觉真爽快，这是真无错。但是咱要知影哦，咱所买这间厝设施阵也是。厝边拢无偌好，袂甲咱照顾，颠倒诶是甲咱惹一寡麻烦。那安尼咱住这间厝虽然内面装饰去真水真爽快，但是咱心内胆袂平安。设施咱有一个厝边真好，伊会甲咱好好照顾，佫彼此拄着拢会招呼，会问好，三笑问，大家欢欢喜喜安尼活得足快乐诶。所以讲，千金是买厝，但是佫较要紧诶是咧买厝边啦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，买厝
都爱买厝边吼。有，这是讲咱买厝爱考虑讲吼，对对对，啊，留好厝边上好。你敢若买好厝尔啦吼，嘛是爱考虑讲，咱的厝边是毋是更较好吼？厝边若较好，或者比大好厝更较好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讲，你讲千金买厝，啊万金吼10倍钱呢，买厝边吼，厝边更较要紧哦。逐工咧见面诶，对啊。所以古早人嘛是感觉讲，这厝边吼，比大厝诶好歹啊，更较价值安尼。啊，佫一句话安尼讲啊，讲远亲不如近邻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远亲就是讲远方的这个亲人啦，不如就毋值啦吼，毋值安尼附近的这个厝边啦。咱有一句话讲吼，讲远水救不了近火啦吼。你若火烧厝的时阵吼，边仔若有赶紧有水通好泼吼，马上嘛会当熄火啊。啊，你虽然讲水真济伫真远吼，啊，但是要来甲你救吼，救无啦，因为火直直烧，烧得足紧的咧吼。啊，所以远亲不如近邻吼。咱若附近有好厝边吼，啊，通好来帮助咱吼，较赢远方的亲人。要帮助也叫袂着吼，所以这个圣经内面吼，伫这个箴言这个27章第10节有讲，讲你的朋友，甲你老爸的朋友，你拢毋通离弃，你做咱的日子，毋通好去兄弟的厝内，三军的厝边，较赢远方的兄弟啦。啊，这是你甲咱讲咱吼，咱厝边有诚侪好朋友哦，这就是咱的福气。有一天咱拄着什么困难，什么代志，咱拢会当去求伊帮助，啊，伊也真紧的来帮助咱，啊，因为咱平常时拢有感情，啊，所以三军的厝边，较赢远方的兄弟。会记得伫咱台北市吼，有一个大龙社区吼，迄个大龙帮迄个所在，啊，就是有一摆吼，这个有一间厝内吼出代志哦，啊，因阁袂当出来开门，啊，加载吼，因就是有好厝边啊。拢锁匙徛在遐，这个乌仔送赶紧的摕锁匙去开门吼，我才为厝内人甲救出来。我听讲这个马英九市长嘛特别颁奖哦，这个乌仔送讲有这款好厝边实在足难得啦。属于啊，所以互咱调侃讲吼，好厝边实在较赢啥物啦吼，较赢这个远方的兄弟。今日阿公来开讲这个单元，咱请到赖永团就甲咱讲到这5句的谚语吼，讲到千好万好毋值咱厝好，千步万步毋值家己的厝，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，买厝边，远亲不如近邻。这几句谚语啊，拢是真好，互咱伫生活中间做足好的参考啊。咱以后这个单元。拢会继续请赖永团队来咱这个节目中间，甲咱做伙来开讲，讲一寡台语的智慧，甲咱做伙来分享人生的道理。咱就感谢赖永团队，感谢伊哈。各位客户大家好。希望咱赖团队以后拢继续来咱节目中间，甲咱做伙来开讲。水滴滴滴，你从这日头热情照着我。啊，扬起我的头，我想来学咯，全心敬拜你，亲爱的主耶稣。扬起我的头，我想来学咯，我要学咯主你的名。啊，扬起我的我想来学咯，专心敬拜你，亲爱的主耶稣。扬起我的头，我想来学咯，我要学咯主你的名。
主论的地面，谁人创造日头热情照着我的心，天天真是主爱赐落雨水的地面，伊创造日头热情照着我。